染头发。对，头发就染完了，待会儿就准备洗洗睡。明天还要训练。对，晚安。待会儿要拍点小物料。这个发色还挺好看的。嗯，今天没有做头发，就简单画了一点。开始吧。OK，视频已经录完了，现在到家了，待会儿洗洗就准备睡了，洗澡。发色确实挺好看。拜拜，晚安。OK，今天准备结束了，准备卸妆睡觉。对，晚安。我给定妆。